来乡亲啊，咱就回头来看这场的音乐会，来真侪支持者要甲韩国瑜相识。音乐会尾声，韩国瑜率领着市府团队就台，除了感谢市民、感谢伊的市府团队之外，伊嘛来发表着感言。伊来引用着清朝爱国人士谭嗣同的诗句来讲伊的心境。伊讲：我自行道向天朝，气流肝胆两昆仑。表示家己也是心怀高雄，但是短期内未参加任何的组织甲活动。支持者一直喊市长加油，面对6月7日罢免的结果，韩国瑜发表道别的感言。伊称自我比论是周武王讨伐过何人民痛苦的政权，即将卸下市政府的职务，离开这里。谢谢你们，让我们有机会在此相聚一场。更谢谢你们这么多的好朋友，今天特别来这里，为我们相送一程。古时周武王有乱臣10人，同心同德，能敌纣王臆造的夷人。韩国瑜上感谢的就是陪伴伊的市府官员。这1年多来，我们团队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比从前更好。但是，杂志民调的排名永远吊车尾。我很清楚，这些都是因为我个人的关系，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帮我这个团队讨一个公道。认讲是个人行为，才会致使今日的结果。慢慢讲，只要涉水若健康，负责贪污，拢会使被温准。当社会不在乎政府的负债，不在乎官员的贪污，不在乎国家的经济与安全，不在乎是非黑白，只要颜色正确，言语呛辣，官网图文并茂，仇恨对立，党同伐异，居然都是可以被允许。未来离开高雄市政府了的规划，强调讲袂接受任何职务的邀请。发表完15分钟的感言了，现场几万名支持者共款立喊市长加油。就算有搁较侪唔甘韩国瑜伫高雄市政府500几天的任期，嘛将伫中选会今仔日公告罢免投票的结果了后正式结束。